唉，上多不要睡觉没多。请问你要？余光华。哦，好，那边坐一下，你坐一下。要不要选落去迄马个针条啊？啊？无。无。迄无领朋友个打天发本来喏，迄爱一定会对生活贯转来，哈？你暑假咧学做在。你问机？你做得较真挚点位无啊？从生到胎，你爱用马个就有马个，结果呢？你从自由班出到亚中辍班啦，没鬼没乖，3年就没只有你站位了。我会英文通啰嗦机车，本气这位。余光华，你大年纪都个娘事情啦，你要较脱力点位好无啊？冇得个咩个有个冇个。至少你要看到鼓励国中啊，总得输俾人太没个来嘛，本较有面子点位好无啊？做嘛本有面子。我咯，眼镜都去申请的啦。按毕业我去上海，下礼拜再我转来。啊，也迄也今年的收费啦。迄讲哦，你继续按用老板讲法哦。下摆一线钱就无啊。请啊，苏玉来啊。有稀罕。爱到得了，强者双脚，强者下行，阮是袂倒嘛甲一声，用力拼出聪明，不管路上有个恶蛇。你去洗澡了。对，仙女有给你一些衣服，你看一下。
都一些很老派的衣服。哎，我的衣服借你穿了，看这件裙子超辣的，穿在你身上一定好看。而且我再帮你化点妆，你这样出去一定超正，一堆人要烦呢。走开啦！你很鸡耶，对你那么好，你在那边凶。你不要一直哭了啊！哎，我跟你讲一个笑话哦。从前啊，有一个人他叫小星星，他的妈妈是开洗衣店的。然后有一天，小星星很想他的妈妈，他就去洗衣店找他妈妈。结果他妈妈问他说：“小姐，你要买衣服吗？”你不觉得很好笑吗？她明明是他的妈妈哎。还有另外一个笑话，小星星的妈妈要结婚的时候啊，她叫小星星的舅舅说不可以让小星星去看她。可是小星星还是想要看他妈妈。结果他去看他妈妈的时候，他妈妈还逼他叫他阿姨。你不觉得很好笑吗？你听完应该要笑啊！你不要难过了，你哭再大声，他们也不会听到啊，他们也不会难过。你害我都想要哭了啦！你被你妈赶出来，有没有比较好笑？上课。好，杨妹妹，烟收起来。然后我知道你要拿烟了。是。来，刚好这边的牌子有没有字很丑？主任写的啊。来，拿第一个牌子。那，谢谢。快点。绿色的，绿色的。不是那个，不是那个，那两个字一样啊，对不对，阿达？好，拿这个。好，看到第一个牌子。
好，把牌子举起来，来举起来，举高，整个举上来。好，放下，举高，放下，举高。知道为什么这么做吗？我也不知道，你们找自己的画布擦就对了。好，可以。要不要2个人一起？哇，还挺浓厚啊。黑妹，对，阳光少女组。洋洋，啊，你在擦植物了？哪会？动作很 A。鸡毛跟 A 好不好？掉你啊！哎，阳光少女组，然后晚上不要那么大声哦。好啦，那么难抢。他是公男舞的，母的吧？可是他有胡子。不知道哎。他这么可爱，没差。不要手给中马哥，你搞阿达成绩，真劲啊！阿达学习很快。阿达加油！嘿，你有被伊叫的呢？呀嘿，不老公娘都会叫的啦。真劲啊！妈，肯定下的。你有名的吗？很多马给名，他叫马库勒啊，马该马库勒，马库勒。为什么叫马库勒？因为它比马可爱啊。所以呢？所以马就哭了，马哭了。哭了啊！有个胖女人来了。哎，那胖女人会不会是你妈？我妈我会不认得。妈的，胖子的妈一定要妈胖。你还忙来去救的？不过迄上补习班，老麦克约费，其实主要落也上课。那迄暗暝里的阿妹个，有乜个事情做唔得好好讲，你做乜骗我喏？老唔讲，咩拍讲啊？根本就唔係做乜個人講。竟唔點解做乜唔喊哦？老麦克出國讀書，也唔免挨徛倒嘅白眼嘅呢，挨做唔對，那兩事。你做不做樣莫當莫對的事情？也唔係冇答到嘅事情。冇唔錯，對你來講也係愛心到服務嘅熱心。但是對你哋細人嚟講，有一日唔係你要離開啊，佢哋又要經歷過一擺嘅離開，也又唔會假到嘅事情，冇人騙我一生人咯。冇啦，用真嘅聽聽啊！哎呦，我就老人講好誒，我個學姐啊，佢講生人嘅啦，臨時要全部人，我見啦。我又會唔見咯？唔講啊？假兩日嘅就2-3日嘅啊，小張，我喊你吧，喂，乖乖去上課啦。哈哈，拜託啦，你就不愛做佢啦。就老人講好了咩？你冇希望也妹係有頭無面嘅人哦。你是教育者，你希望也妹本少哦。也係硬聽咯，要像我一模一樣。沒有，我媽媽係真通情達理、正直善良嘅人哦。你也建議做態咯，就讓我乖乖轉去上課，冇你就慘咧。我就聽我媽媽係真好嘅人咧。講完用威比我頭呀。
唔讲啊？怪你这家呐，马该东西哦就丢里忘表，真爱戆的哦。哦，嘿哦。啊。金针菇，你要走了。要 CPR 吗？你不做了。要不要去？上课。他走了。高头，金针菇无人甲没讲，我来泰克的事情哦。惨的，今每一面可以有一修会修笔。来学校很丢脸吗？干嘛用骗？你志秀换头了。上课。要给你们看完那个文章，看完之后写心得。哦。高头，金针菇还蛮无够的。上课。哦，那个文章你们昨天晚上看过了哈，不要把笔拿出来写。教头，金针菇到底怎么了？上课。他真的不做了。我比较不想做了，快点啦，写了，快。看我干嘛？阿公。哇，金针菇，你好嘛？让妈妈有讲嘛嘅嘛？事情啦。冇事啊。安当好。大声哈，去睇下黑袋。哎呀，哎呦，好啦，唔用嘅啦。其实啊，让妈妈，伊迄看起来同恶啦，不过伊迄心肠以好哦，因为伊迄小好嘅教状啊。冇啥。故说，较好上用诶。哦，你做过落嘅哦，你当你妈讲老师发都好嘅啊。讲了也麻烦啊，两餐也听听嘛。老唔要讲啦，我同你去补习啊，我老我个男朋友向下出国读书啦。其实吼，我是吹想，就算大妈转来，你还能可以继续留下来啊？你真个有一个能力吼，可以出来考研教书呢。阿公，真嘅嘿？真嘅啊！你是发自内心关心我呀学生的呀，你也唔免勉强嘅呢，你系天生嘅啊。我看你出来教书，我教到当中啊，可以得到成就感啊。总唔得讲迄成就感嘛。我知道啊，会将个学生生活好到还较大呢。你是有样嘅心，唔简单哦。有一安尼嘅心吼，你出来嘅中途教育条路吼，你就可以行东远。我讲吼，你老我后生诶，会两啥数天数，做我中途教育嘅神雕侠侣啊，一起克服万难啊。阿公，不过个大妈要转来咧。我看，大雕侠侣。太屌的来啦，太屌的啦！哎呦，你还嘛个太屌，戇屌。嘛该啦。冇事。佢哦，行咗哋做下醫啦。好棒啊！不就2个月。聽你啊，有你老唔天數嘅啦哈。老唔天數啦，好難過。太數。
么了？你心情不好？哎，你看这个，很漂亮哎。你怎么了啦？你是因为你妈来看你，所以心情不好吗？怎么了？不然我们去看大妈好了，说不定你看完大妈心情就会比较好啦。大妈的小 baby 很可爱，好不好啦？走啦，走，走啦，走嘛，好不好？走。不要去了，我不认识大妈。去了就认识啦，走啦，好不好？走，我们走。大妈，哪里头来嘞？你看，这是我们学养的狗，马库洛，可爱哈。然后这是我们学员新转来的，它叫范小平，它现在跟我住在一起了。学姐，你还好吧？你怎么看起来很憔悴？还好，还好。那小虎呢？小虎不在家吗？他住院了。住院？小虎怎么了？他身体不太好，3天2头就发高烧，这个月已经住院3次，医生怀疑是败血症。金针菇，你帮我跟部落阿公说，我可能没办法回去上班了，我找不到人可以帮我照顾小虎。小星星，大妈拍谁了？大妈没有手信用，大妈失言了。周妈刚才用功了。学姐，你不要这样讲了。学校，你不要担心，不会有事。你赶快去医院照顾小虎啊！你去医院。大妈，加油！好孩子，好。大妈，男米孩。公公，你好像变瘦了，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哦。谢谢，小星星，谢谢。不要让我担心。哎，金针菇，你不用担心了，大妈跟她小 baby 一定很健康啊。错啦，大妈做安斗后事情，一定不会那么衰啦。哎呀，希望啊！不过我头个想，因大妈又做唔得转来，迄个爱离开，好教养甲啥咯。啊，不如阿公跟老高都还会再找人呢。然后大妈强用，抢走的老女的讲歹势。不是讲歹势啦，动作欣赏，早上来，下午就下酒了。你做2个月了，懂腔嘞。那你离开学院以后要干嘛？出国读书，沙地结婚，沙地讲生意呢，沙地基本唔挑戏，因为你这番懂男生。吼！干没有按男生？生气啦！哎，马过来咬他，你过来咬他，马库洛，你去咬他！咬他！啊！你这只狗，过去咬它！唉，这小伙的身体唔好，做阿妹个是最难挨嘞。唉，大妈其实吼，也唔是感觉歹势，你还有嘛个办法哦？哎吼，一定爱请儿童大妈凉茶，吃传饭，顺便呢，嘿嘿，多请爷凉茶，为爱个好言，安上忙大病。个好教养甲啥？
好请啊！主任应该对网络放电广告的啦，是这样。冲，加油！好，哎，大家加油！早点。加油吗 ？No problem。金针菇要叫了，我们要点我们会上给哦。狗奶消失哦，我待的都比他们久。当然有关系啊，因为胖子想追金针菇嘛。要你啊，起来呀！你他妈的！只有人家醒呢，因为槟榔就是空药，能够听他。可是那是讲日文的。白痴哦！庆贺万一站谁来引来？又帅又有钱又温柔。走就好了。滚开啦，花痴哦！内底全部做洗来的，英国就一只洗毛呀，还用哪张上的了？可是我比较喜欢老师。奶妈嘞！哎，你们快点啦，上课要迟到。老师都不在，还上什么课？你他妈已死人啊！很没啊！好来，哎，很没啊！小平打的时候，站好，把扣一下，出拳把扣一下，站好，好来试一次。哎，分开一点，来过去一点，打。好 ，OK。你那个以后那个叮叮锵锵的东西不要带了。好啦。起来。哦，好犀利，我大佬。神经病。你在干嘛？朋友啊。啊？朋友啊。泡泡。干嘛？过来。来，你跟阿达做对打练习，好。防御，出拳，来站好。来，开始。你好大底啊！你没有看他没有还手？保护男生呢？你不要闹，你是幼稚哎你！阿达，他出拳的时候你为什么不防御呢？有教嘛，对不对？拨挡，左拨右挡，啊？老师啊，不用管他，谁叫他瞎打？关你买个屎哦！要你管？哎，不废话。老师，我不喜欢打架。哎，我也不喜欢。可重点是人家打你，你要防啊，要保护自己啊，有没有？休息，休息。走走。你在干嘛？哎，你女朋友怎么了？看我干嘛？你干嘛了？怎么了？丢哪通？丢哪通？丢哪通？装嘛啊！哎，你们要不要看东东上来踢几脚啊？想。很抱歉啊，观众要求，起来。哎，起来呀！姚妹，你也是啊？搂搂抱抱，快！相亲相爱嘛。来，快点！等一下呢，你们做对打练习。那对打的练习主要是，哎，东东，要踢右脚，右侧踢，哦，踢阿达左边，阿达来，踢他，别让他踢你的时候才左手，左脚起来打。好，其他人也看哦，哈，哎，好来，来，站住姿势预备，开始。这是我这辈子看过最假的跌倒。来，装死。哎，来，听我，拉拉筋。不要啦！我不要，我不要拉筋，我不要，我不要，一直睡，一直睡。我不要拉筋。哎呦，等一下啦！不用去拉筋。等一下，不要跑啊！阿丈不用穿了啦。快点啦！
这也不错吧？要还嘛嘅？这包 K 拉米谁的？不要这样讲话，又不确定是谁的。小平，坐下，你们坐下，坐下啊！听不懂是不是？有没有承认？好，没有人承认，给你们机会。不管你们是谁有这包毒品，明天5点放学以前来找我。不敢现在承认嘛，私底下来找我，打电话也可以。如果没有人承认的话，我们就验尿。你凭什么验尿？老师，凭什么？凭我是你老师啊？凭什么？你说验尿就验尿，不然呢？你以为你谁啊？我你老师啊，我谁？持有毒品跟吸毒都是犯法，你不知道对不对？啊，是不是你听嘛？问这么多，你说什么？明天5点，就这样。拜托你们，知不知道这到底是谁的？知道就要说出来，我会跟教头好好讨论这件事情要怎么处理。拜托。高条，你不可以这样做。我们不知道那些毒品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怎么可以叫他们集体验尿？孩子们反弹很大，这样很不尊重他们。跟尊不尊重无关。你知道在学院里面发现毒品有多严重？学生们不知道，你可以不知道吗？好啊，他们是不是常常跟外面人混在一起？可能是外面人吸的，不见得是他们。你相信吗？上课之后在地上发现，你觉得是外面人带来的？没有啊！现在要验尿不是那么简单啊，就算是烟毒贩。也要经过法官、检察官的书面许可才可以验，不是说验就验你到底有没有去看那些公文啊？早就改了，好不好？面对这种问题少年，每个学年我们可以强制他们验尿验2次。今年还没有验过。你不可以。不可以什么？你不可以把他们都当嫌犯啊！那怎么办？你说，我不验尿我怎么做？不验尿。你看得出来他们谁吸毒？反正我们今天还没有验过，明天就来验。不可以。就这样，不可以什么？我们是老师，我们要做的事情是陪着他们走过这个关卡。让谁走出来？你看得出来他们谁吸毒吗？不验尿。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怎么帮他？送警察局是一辈子。我知道，他们会有前科。可现在我们不去抓，不报给警察知道，到时候全班吸毒，全部阳光学院里面的学员。通通有前科，这样你才爽是不是？
告诉我怎么找出来，说吧。就这样，明天验尿。K 他命是一种解离性麻醉剂，吃了过后会本人产生像是迷昏药的效果。吃了 K 他命有一种灵魂逼住身体的感觉，本人吃到身体会飘起来，也是幻想自己做得变。有的人因为动好 K 他命产生的感觉，受到亲密杀减唔脱的。当时我每天肚子都很痛，尿尿也痛，而且还会有血尿，一天上厕所的次数可能有40几次。经过检查，医生说我的膀胱壁纤维化，膀胱容量也变小，只剩100cc。我经过勒戒，不再吸毒了。可是，你们知道吗？这女生年纪没有大你们多少。她是被她朋友怂恿，然后就去吸毒。一开始她也以为吸毒不会上瘾，可是没想到她越吸越多。金针菇，我们班上那么多人吸，都没有听过膀胱快乐这种东西。是她女儿自己衰好不好？怎么会是这女生自己衰？吸毒真的很多副作用，你们知不知道？那些副作用全部都是直接会影响到你们身体健康，很严重，很严重哎！你们不了解吗？一定要等到警察来抓你们，你们才会懂，是不是？仙女，青少年吸毒的优待，你懂不懂啊？你懂不懂啊？根据毒害防治法，少年吸毒犯有什么优惠？你告诉我。少年吸毒犯就是用少年事件处理法来处理，一样要受罚。吸毒成瘾的人一样要戒毒，懂了没有？5点到了，我最后一次再问你们，有没有人要自首？自首的你要保他吗？我不会保他。自己做的事情自己负责。但如果现在自首，我会跟法官讲，我担保他不会再犯。没有要自首是不是？好，等验尿。金针菇，菜人摕咧，你下菜是拿来吃嘅，唔免拿来看嘅。大媽無閒嘅土生嘅呢，我講咯，無聽錯就唔會來咧，唔是客氣呐。我關係呢？樣，心情唔好，食唔落呀？唉，更嚴要嘅事情哦，愛弟唔是煩咯。你要辛苦嘞，啊？哥，你支持高條愛用科嗎？高條佢有佢嘅想法，但你冇辦法講錯啊唔錯。教育嘅方式真多啊，重要是你現在嘅方式對下條社會係唔係程度好啊？你本來條社會學到嚟啊，啊？佢條啥對毒品？唔是強，喂，
也是叫做西欧的次文化现象嘛，啊，上网咖咯，啊，无说断球的啊，这位案呢，记得啥张容易丢同枪下咩？对吗？来啦，公司少主手按好色，对吗？你最喜欢的，我拍摄我有天发。食菜啦，食菜，莫按头去呐，啊？喂，大妈进来，我去探一下天发啊。大妈呀，哦，哎呀，好了。私の赤の前で泣かないでください。そこに私はいません。阿公。啊？係。有用咯。亚昌的身体好无啊？有奶无爽快无？咁講，愛顧偏說唔順嘅事情，你也知呀？阿公，俺唔要講假啦。係說哦，俺承認啦，頭家下我有偷看人嘅身體檢查報告嘅。講，人嘅癌細胞咁樣切開來。我都唔記得哦，從來看過一篇文章，嘅癌細胞出喺你身體裡會變壞嘅細胞呀。你越想消滅佢就越來作亂，不如和平相處，慢慢將來改善。你喺老田本來嘅特別嘅功課。阿公，呢下事情做唔對老百姓講下。我對我嘅身體做是看開咧，希望老天多啲時間俾我，老啲學人嘅唔好些來，下禮拜有人我萬一係冇才，佢哋望一下嘅社會，佢繼續在學人行下去，好啦，係呀咧，做啲嘢官咧，啊。千の風に千の風になってあの大きな空を吹き渡っていますあの大きな空を吹き渡っています私の赤の前離れてください失望嘛？你千祈莫看到爸爸把個見寫成啦，有人打嘴拳啊！當來啦！唔要太細心好冇？看到人爸長嘅笑，我係好愛哦。你你唔係好愛，不過人個面清香好愛，鬼見你面棒棒嘅，一種嘴濃啊！講話聽得來，我係專職阿妹，然後係插花嘅阿爸，當然做得做好人啊。就算我係插花阿爸，不過我未親談人家花，你講乜嘅，我就做乜嘅啊。最好係按用啦，你講嘅了做嘅無強用，我都硬啲哦。等下，阿妹，唔係嫌阿爸來牽翻我吼？吼，唔對伊個教書，伊個教作，兩三年欠得來，我要衰埋。
讲人讲吼，下巴有真真哦，哪会转来？哎哟，安排啊，下年要分廿枚地，过来发现盘啊，我请到一只东走的所在呢。Yes， 相信是。迄个敢无煞过一摆，虽然廿枚迄告状，上次发现迄个吼，像个拍虎样的。娘妈妈吼，迄因为唔拍得你的身体啦，你要多一些时间陪伊推伊上来啊。好啦，爱弟啊。弟，俺老人讲，你好搞的事情哦，还有答应你做多睇。不过你答应哦，无喊到上工无班呀。你看人面生啊，哎呦下去哦，你要用的去准备要出国的事情哦。你要我系讲诶，佮叫牛唔系。你讲研究怎么讲到重点吗？必须还后生，你要多一些时间陪伊啊。要出国，天天的来，伊有得沙飞经验咪真好啊。你唔是丢记的，你个掉了。嘛迄黑你迄千几呢？唔也还顺记啊哈？也还去到哪片公法哈？应该做到的啦，也得出差事。刚念嘛？你妈个意思？吸毒的都被你们抓了，你们爽了吗？操！小王是较衰啦，又拍屎，后同志带到了落，敢有爱人冲？无上就做出地球失托。地用用的啦，反正我们就是烂。有种把我们抓去关啊！你们到底知不知道讲义气不应该是用在这种时候？吸毒真的很不好。狗你小子啊！至少我们还会讲义气，你们呢？说什么爱、关心，真的出事了，还不就会只会找保护官、警察？你们都是对，我们都是错啦。不要问我啦，我还没抓，还不是你们害的。是老师。相信的眼，自由呀自由，不可少你。